救！李公主，救我已经冲过来，要安怎？是啊，饮浓。你爬起来讲，起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唔知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李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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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得，李公主，今日我可能无法度经过这个奇阵强起来，我的命丧在此。为今日开始，你还开始尽量，咱来生再去见面。李公主，李公主，你要靠有元气咧。今仔日，咱一定要当经过这个奇阵，你要有信心。李公主，李龙斌，顺水推舟，不可逆水而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李公主，按照这个基点看起来，你应该是徛伫军位，身为一个领导者，应该爱负起这个责任，分量前进，保定着，咱会当找到希望，找到生路啊！紧，你赶紧来，提出勇气，徛起来。基顶已经破啊！恭喜你！这拢应该感谢你甲我鼓励。真是我等下讲到，咱应该感谢太上老公甲咱指点，若无伊，咱无法度破基顶啦。多谢太上老公。公主，啊，无咱以后滚一个再搁行好不？唔免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求道之人，不管身体如何，一定拢爱努力前行。哎呀，公主，啊，你受伤安尼重啊，无伊，你是要安怎求道？求人得人，求之不得。你求人得人。放我一个踮在世间孤苦伶仃，安尼我活着哪有什么意义？咱卖搁讲这。哎呀，公主，你的身体实在无法度好支持啊！啊无，你踮在这休困，我来去找大夫。袂用的，我哪会用踮这休困的？靠你一个人去找大夫。搁再讲，这是风高野外。你要去倒位找来？虽然这是风高野外，也毋过为着你的身体，无论咱怎样，我一定要找到有。我真好。公主，头前有一间茅屋，要不咱来去遐，甲人借厝，通互你用上好无？我喺清爽买来的，一定是真好。无你看，是一个有道的保证。公主，
你万请是一心求道，那你身体好才搁讲吼。行行行，来去休困。内面有人伫咧无？内面有人伫咧无？高叔，咱去离开这个所在，去。李公主，请。小兄弟，你哪会知影在下线哩？咱还是紧离开。代志就安静，我等讲你，你好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哪会知影我的名？阮兜主人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毋知李公主敢甘愿去救阮主人呢？李龙斌一心求道，假使我会当记着你的主人，一定是受益匪浅，请小兄弟速速引荐。李公主，我感觉你感觉本庄有寡奇怪，有寡危险是？啊，那公主你看的？袂要紧，不管偌危险，李龙斌决心求见你的主人。好，阮主人咧讲，李公主英雄了得，勇破荆棘两关，无怪毋惊命丧伫即间小小的敌屋。我看咱毋通入去迄间厝。无代，你同过今日，敢渡会过明仔载时，有关就过关吧。公主果然好胆识，请看。一个西湖一财主，请对下。一个西湖一财主，李龙斌不在，就用他人命故。一事无成，两兵死。公主果然高明，请。多谢。风大起怎样办？公主，风大起要安怎？风大起要安怎？我来。你不怕，就一定来。我来，你看，崩溃啊！公主果然高明，好一个雷要拍任意来。多谢夸奖，人心本该如此。公主，姑娘，阮主人用两位到这已经是10分的犹太啊。公主，姑娘，请回吧。李龙斌一心求道，万事不辞。牡丹姑娘天真善良，万一李龙斌有啥物不测，请小兄弟替我多多照顾。这个哪会用的？请小兄弟替我多多照顾。既然公主的心意这么啊坚定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你。李公主，我要跟你同生共死。有缘同生，无一定有缘共死。
不可强求。为当救同事，救强死有甚物困难？这，本公主就是主好庄的主人，无但你真大的口气，无但今仔日要互你知影，什么叫做求东生不得，求东死也不能。不能同死又如何？生则生，死则死，不生就不生，不死就不死。你爱我不生不死，我随在你；你爱我敬你、敬你，即随我。好一个牡丹仙子，果然是千年来的第一桶水，有弱即弱，有强即强。不过卢洞宾，你听好清楚，本公主乃是一代仙家，确实袂用甲你一般见识。我看你也是赶紧甲牡丹退出主后庄吧。李洞宾受温公将李处点化，一路来到终南山后顶峰，自然毋捌退过一步。你要爱阮两个退出贵庄，请原谅李洞宾袂当上兵。好，真好，你若是有胆量，做你入来。公主，请。好的，咱入来。卢洞宾，牡丹，人生难得成幸福。恁两个人袂用的同生，确实来用的同死。若算讲有缘，本公主就送你毒酒两杯，互恁自行了断。庄主，李洞宾甲牡丹姑娘冒险入来，只是想要困求庄主指点。何顶峰是要为倒位去？庄主为什么一定要逼阮啉毒酒？哈哈，假话免讲。牡丹，牡丹，牡丹。人生难得新鲜哦，但求主留心所为好来。不如饮下毒酒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牡丹，你袂记啉诶？牡丹，你真心，你较认真诶？牡丹，牡丹，庄主，求道是我李洞宾个人的代志，甲牡丹姑娘无关。你莫阁逼伊啉毒酒啊！哈哈哈，真是一对痴情的男女。卢洞宾，你情关还阁伫的，要如何来求道？我看你也是饮下毒酒，了断家己吧。庄主，你误会啊！李公主对我是抱着怜悯的心情，伊惊我是一位女子伫咧外面受到危险，所以才答应我陪伴伊。也毋过要去河顶峰的代志，是我要求，伊才愿意让我随行，你毋通误会啊！求道本是顺其自然，无拘无束，有形使无形，无形使有形。恁两个人的感情看起来也是难以难舍，哪有法度无拘无束、顺其自然呢？庄主，李洞宾受温公将李氏点化，早就看破情关。牡丹姑娘陪我求道，对我来讲嘛是一种考验。在下自认所做的代志，无愧于心。免讲遐尔仔济，你家己过关破阵吧。日日地地拢是伊，上上下下总是空。卢洞宾对下联是。走，叫毛巾摕出来看。我是啥意思？日日地地拢是伊，上上下下总是空。庄主请听，
人人为利，人救人，功名利禄本是木。真好。公主，你拄才遐话是要安怎解释？义义利利拢是义，就是要爱救助人。救助的时阵爱专心，袂用个有利益。上上下下总是空，都是要救助人，看开身边的代志，因为到尾拢是空的。过来，人人为利，人救人。世间人为着名利，想尽办法想要得到，到最后，都好惨像是摕一条锁啊，甲家己绑起来。功名利禄本是木，这功名利禄对救助人根本是无用的物件。功名利禄都好惨像是一个草头，所以才会讲功名利禄本是木。公主，你解释得真好。呀，咱继续来去。好，真有志气。本公主就踮咧后院等。出阵。李洞宾，无等，见过朱厚正曾主。唔免客气，道路讲的门下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多谢曾主夸奖，唔知曾主要有什么苦地，请说。会当到我这个朱厚正朱厚院来啦，500年以来，只干那恁。恭喜，恭喜！来，我着先煮2只好，通我互恁支支。主好，曾主，保单心领就好。好乃是人间禽类第一产品，汤鲜肉，而且孤独无比，强半伊阁加酒。群主哦，曾主，你安尼做，敢袂伤叫残忍？啊！分禽煮好的人，天下间满满是。我只不过是做了较彻底而已。曾主，你是要放风过关，还是继续出苦地？李公主，你唔免着急。本庄所饲的仙鹤，每一只都会通的。因知影我每工一定爱煮2只鹤，所以只要我若是一个话声，就用2只鹤家己飞入这个主鹤顶内底，非常的乖巧。曾主，既然好这么乖巧，你若遐尼忍心，我食迄2只好。唔免搁再讲。请问，怎样？莫非你愿意以身代号？我唔对，昔日佛祖挂花起因，动兵不在，自然也会用个下心换好。也毋过，一个人只会用换1只鹤。曾主，无等下咧以身代号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咱拢袂吃亏。来，赶紧，恁2个人紧跳入去。在下庄立主拜见村主。先长驾到，毋知有何指教？村主，在下拄伫东海采药，忽然间心血来潮，所以撞人看。村主，李洞宾是太上老君的首都下官，你叫伊落鼎，村主你毋惊得失着太上老君，老是担当不起啊。这既然先长讲错，我就放因2个过会转去。
好，多谢庄主。多谢庄主，主，多谢温公。好，恁两位赶紧过庄，老夫告辞。是。老大，来，过来。好，行。先长请，在下李洞宾，请问先长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后长风要为倒位去？